咱台湾目前当日欠货，根据统计到13为止，平均剩3天的库存量。不过，伫咧新竹竟然传出民众去捐货，却去互人检举，讲大家去捐货是君子的行为。热心的民众来到中心捐货，每一个人拢有挂喙罨，嘛保持社交距离。这站受疫情影响，全台捐货中心欠货拢真严重，想袂到在新竹却发生捐货互人检举、君子的代志。很夸张啊！这既然敢进来捐血的人，大部分都身体很健康的才会来。我们是热衷于我们的工作，民众他们可能有他们比较不清楚的地方，那希望他们能够了解。那有民众也有反映说，这是不是一种群聚的行为？那事实上，捐血中心这个捐血的活动，因为它是支持医疗能量的一个必要的活动，是不可以停止的，因为这事关人命的事情。那我们也尽量会做到一个人流的管控。卫福部进前有表示，防疫期间嘛受医疗用货需求，所以捐货算是支持医疗的必要性活动。捐货中心嘛讲，已经加强相关防疫措施，让民众会使安心来捐货。这边作业场所都有实施10连制，那大家也请。也会控管人流，我们也会控管人流。那请大家在等待或捐血的时候，也注意一下，要保持社交距离。受疫情影响，民众捐货意愿降低，目前国内货库的存量统计至13为止，平均剩3天的库存量，需要大家斗3天，做伙加入捐货活动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